講真，做紋眼線我有我嘅堅持，絕對唔會為咗快手多做幾個客就馬馬虎虎應付，出面好多整到後尾花晒，變成藍眼線嘅。講到底就係冇將個客當回事。佢哋成日話呢個款而家最 hit， 但 hit 嘅唔等於啱你噶。圓碌碌隻眼，硬要紋條揚到上天嘅眼線，睇落去唔怪仙奇，眼尾有少少垂嘅，又俾佢整條直筆筆嘅，做完仲冇神。呢啲根本唔係幫人變靚，係求其交差咋。至於我一路都覺得好嘅眼線應該襯你多過搶嘅，所以我一定會先睇清楚你隻眼係咩型，睫毛密唔密，甚至你平日中意混濃妝定淡妝，先至決定條線要粗啲定幼啲，弧度要揚多少少定平緩啲，眼頭要朦朦地，唔好太實，眼尾揚幾多，要睇你笑起上嚟眼尾自然嘅角度，咁先至夠順眼。色料方面，我寧願揀貴少少、穩陣啲嘅植物色，都唔會用啲雜牌貨，免得遲下變藍變灰，想洗都洗唔甩。我成日同客講，做半永久係為咗慳功夫，長期靚唔係為咗日後添煩惱，所以我寧願做得慢少少，細節多檢查幾次，都要確保你做完之後，朝早起身睇鏡會笑，出街唔使再驚眼線暈開，呢先係我嘅底氣。講到尾，口碑至緊要嘛。